对啊，对啊，咱礼拜天咱做回来金是哦，来做来金280首哦，咱们这个。咱再来用庆祝282首，我先大王意外的人生。我先大王意外的这个，感谢上帝，我的一时多乐，因为感谢你佛塞，你发的工作，我是说明我个人来，要说，听我电话的秘录，你感觉有机会，我可以感谢你，大概演出的这个问题我。
先，基本上对，阮还用大欢喜，先阮对个大声的人，得了这个人名，非常对，感谢你，帮你做，你做必须准备阮每一人的心，帮你当来做我的情况，我的力量，预备，佢放个保守，阮二个就要未来阮定案，基本上对阮准备佢放个保守。我们都是保守的处理，就是说，比如我是保守人，这样子，我心态来放过保守，放个保守案，来让保险保障，各个到上去都是拿来去，啊，man，讲出必须那个，总是你有下面的阮，要互人敬畏你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要听候，伫伊的话，我有愿望。咱做我来吟圣诗40首，我心敬听主耶稣。咱做我来学了上帝圣诗40首。40首，我心敬听主耶和华。
咱做的就是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者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日本着必要到人来受苦，并是日个死，摆葬到阴府。第三日对咧死人中高我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病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别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正道相通，做下面绝对给我永远的画面。阿门。谢谢。做来交托，咱今就是用启文第30篇，也是诗篇第8章。启文第30篇。智慧减无得救，伊伫路边悬地的顶面，伫城门边，伫城门口。众人啊，我叫你，讲公德的人啊，恁就会晓得通达的理。恁就听，因为我要讲着好的事。只要我做坏起头，对永远对着起头，袂有世界大声，我已经受设立。大山袂定着，小山袂有的大声，已经生我。伊建立遮的天，设圆环伫深渊的顶面。甲海定着界限，互水无搬过伊的命令。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，日日互伊欢喜，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。恁遮的囝，当着听叹我，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，就有福气。
听等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，因为找着我的，就找着活命。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。是来今仔日的圣经，在记载哩，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23节到18节，哥林多后书第4章13到18。当时阮已经有这个神的神，拄照所记载讲，我有信，所以有讲；我也信，所以也讲。家己知，我主耶稣给我的，也要互阮甲耶稣给我，搁要引证阮甲恁三甲，搁要引证阮甲恁三甲徛伫伊的面前。因为万项事拢是为着恁，要互恩典对人拿做来拿加天，就互感谢一法充满，递到上帝得到荣光。所以，阮无软志，阮的外体虽然败坏，但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，因为阮白年久勤的艰苦，是互阮正上顶上永远的大荣光。因为阮毋是看伫所未看见的，是看伫所未看见的。因为所会看见的是暂时，所未看见的是永远。愿主祝福听传伊的话，甲去行的人，咱就是来听李牧师，互咱祈祷，越来越正道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主必天堂阮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也互阮会通组织伫你的圣殿，搁一摆对你来献上阮的娱乐甲感谢。伫过去1年偌久的时间，阮伫美国面对真严重的疫情，阮会领受主你的恩典看顾保守，也阮会当伫即时搁一摆组织伫你的面前，来对你献上感谢。阮也恳求你，一所在，搁伫疫情咧侵略的即个中间，包括阮家己的祖国台湾，伫最近的疫情较特别严重，感谢你的保守，台湾的礼拜日的确诊的人数已经降到170几个，阮求主你继续来施恩赐福，看顾即个土地，阮也为着全世界的和平来献上祈祷。阮伫遮也要同心，为着阮所敬听王中信牧师来祈祷。过去一礼拜久的时间，伊的身体无爽快，紧急送去到病院。感谢你的保守，伫医生、护士的照顾，会当平安出院，当伫厝内继续来接受治疗的中间，祝你继续来看顾、来保守伊，也保守来看顾、照顾的牧师娘的身体。阮也为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，阮所欠用的主你拢知，阮只要甲你有好的关系，就要对你遐来领受满满的福分。阮也求你继续来带领阮头前的路，阮当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讲，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愿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至。咱先搁倒来看中文吼，现代译本吼。圣经上说：“我信，所以我宣扬。”基于同样的信心，我们信，所以我们也宣扬。我们知道，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上帝必定使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，
并且带我们跟你们一起到他的面前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，好叫上帝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，使更多的人献上他们的感谢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因此，我们从不灰心，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，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。我们所遭受的这短暂的痛苦，是为要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。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，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。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恒的。感谢上帝赏赐咱伊的话啦吼，这是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一段真重要的话吼。伊咧讲到伊安怎来宣扬这个福音啊，这个重要性吼。啊，咱会当来思考，就是讲保罗伫上落尾讲的这句话，所咧代表是啥物话？第17节、第18节，伊咧讲，因为万年久吼，轻轻的艰苦是要成成上顶上的吼，这是伫台语的翻译啦吼，成永远的大阳光，因为阮毋是看伫所会看见的。是看伫所袂看见的，因为所会看见的是暂时，所袂看见的是永远啦。伫拜五的最后一个查经，伫迄个雅各书第5章的最后一章的中间，阮咧讨论着讲雅各所讲的迄个，为着身体艰苦的人来祈祷，上时这个身体。医治，上是搁一个较重要是，迄个内面看袂到的灵性的部分啦。真侪人真注重迄个外表的物件，包括讲要穿啥物货，要食啥物货，要食偌好，啊要创啥物货啊。最近一个台湾的古早的朋友吼，伊是咧卖车的吼，伊送一台足有名的车 B 开头的吼，去迄个。大溪红喜山庄啦吼，会通看伊讲吼，虽然台湾甲全世界拢共款面对这个疫情个经济这落行吼，但是台湾阁有人会当买 Bentley 啦吼，有人足注重这外表物件咧吼，有人非常注重这外表物件。也伫信仰内底，其实咱嘛时常会当看到一寡基督徒真注重外表物件。什么外表物件？应该是讲，咱来思考为什么保罗今仔日要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一句话：阮对伊的是看袂到的内在，阮对迄看会到的外在安那 ？We don't care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简单来讲。自人类历史到今，除了圣经中间有记载几个迄个上帝接去看无到伊的神视的，比如讲摩西、以利亚，这以诺以外，敢有一个人无死的？有无？足侪人咧追求肉体的医治啦，有无？你若看迄个医治特会有无？咱台湾古早宣教师，咱定定咧做宣教师，台语拢讲了无好对无？摆骹互你行去，稳固互你得去对无？你讲这，你讲到身体医，迄真重要。这个物件真重要，透过这种的医治的恩典，会当互咱去看见上帝的救恩，但是迄毋是绝对的，迄嘛毋是伫咱的生命中间唯一的物件。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真清楚，甲哥林多教会信徒来提醒，虽然阮的肉体渐渐咧败坏，啊，咱咩个？迄毋是上重要，上重要是啥？上重要是内面迄个看袂到的生命，看袂到的生命。今日拜牧师有讲，就讲真侪人像咧看，特别学科学的人咧看创世纪时，拢讲这是 nonsense。这是神话，但是伊用迄个字要用科学去检验创世纪，就绝对毋对的啦。伊有伊的内涵的意思伫迄个内底，毋是咧用字面的意思去了解。
今日要对几个无共款的角度来甲大家三甲分享内在的性命吼。台湾伫2年前有一位女的牧师过身，这个牧师伫台湾，其实伊是伫北加州才转去的。我莫讲伊的名啦吼，因为我想足侪人捌伊啦吼。伊过身了后，有足侪人甲伊所有一生中间咧宣讲的物件摕出来 review， 特别是伫伊要过身之前的几档啊中间，伊捌讲到真重要，对伊来讲伊真重要的一寡讲道吼，甚至嘛捌讲到即个捌招记者去咧讲啦吼。即位牧师伫台湾的长老教会内底造成真大的风波啦吼，就是讲有真侪人爱听伊的讲道，因为伊就是行灵恩医治这方面的即个宣讲吼。伊到落尾的时阵，伊甚至吼公开宣讲着讲吼，伊看到上帝赏赐伊的福气，迄个对天顶夜落济济旋照伫因兜安尼啦吼。对咧，伊甚至讲哦，伊用迄个耶稣看袂到保会吼，医治足侪人的病，阁有人医治迄个医生无才调医治的足严重的皮肤病啦吼。但是到尾啊，其实伊咧讲的这个人，到尾嘛是皮肤病严重。当然伊毋是皮肤病死的，但是事实上嘛无亲像伊讲的安尼受到完全的医治啦吼。咱知影上帝若要医治一个人，有上帝家己的意思，甲伊的恩典，咱叫做信约。如果逐个人拢讲哦，这个牧师真有祈祷，所以我拢得到会好，所以逐个人拢要得到伊好，迄叫做医疗行为。你了解无？信约甲医疗是无共款的物件。信约是啥？信约是因为耶稣基督怜悯咱，赦免咱的罪，互咱得到特别的恩典，迄叫做信约。后来是不是礼物？后来敢是礼物？后来毋是礼物嘛？礼物是啥？礼物是你无期待中间人摕来互你的，人摕来互你的。咱真侪时阵，咱真注重迄个外表的物件，用外表看会到的物件，要来证明咱的存在意义。这个有真大的问题在内底。基督徒的性命应该爱强调所谓的内在生命，内在的性命。内在的性命是啥物话？伫这20几档来的，伫咱的基督教群体内底，真流行一个叫做内在医治。我无要否定内在医治，内在医治很重要，真正确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甲内在医治的物件安那，甲扭曲去啊，甲扭曲去啊。因为咱的心灵若无受到医治，咱有足侪物件会歪去。拜五阮就咧讲，但咱若心灵迄个罪无受到解决吼，会安那会继续破病啦吼。所以耶稣定定咧医治的时阵，会讲啊，你的罪得到赦免啦。耶稣咧讲的罪，毋是迄个世间的罪哦，咱会记哩哦。耶稣咧讲的是心灵的罪，心灵的歪巧吼。我讲，恁中间有人受苦的，就爱为着伊祈祷；有喜乐的，就爱来欢喜贺乐。恁中间有破病，就应该请教会长老来奉主的名用油来抹伊。这个油伫犹太传统就是橄榄油吼。所以为着伊祈祷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就爱救迄个病人。主要叫伊起来，伊若犯罪，就要得到赦免。你看吼，病甲罪啊，放做伙吼。这个罪我阁强调一摆，毋是法官咧判迄个罪，是迄个灵性的罪吼。所以恁着爱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互恁通得到医治。
再来讲，义人的祈祷有功效的，迄个亏来是大的。义人是啥？义人是照保罗咧解说耶稣基督讲的是因信称义，所以爱完全的相信领受着属灵的性命，这个人的祈祷是有效的。这个人的祈祷是有。所以我个强调是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这个毋是迄个。人毋是因为罪来破病，但是你若要罪得到完全的医好，必须要对内在去做医治。所以内在医治是一个正确的思想啦吼。但是咱会记得，亲像拄则我读的雅各的经文里讲的，用油来抹伊，毋是重点啦，是用主的名祈祷啦。迄才是重点吼，迄才是重点。所以伫咱的心内得到主的赦免，咱的一切就拢要得到医好。咱毋是要求真死哦，迄种的长生不老，咱是要来得到迄个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收束互咱，是永远甲伊三个活地迄个属灵的部分。到底咱的信仰甲灵有啥物关系？其实应该讲，基督教的信仰主题就是灵。对创世纪开始就咧讲圣神，创世纪开始就讲圣神。创世纪第一章你遐看，上帝甲伊的神啊行游伫这个世界内底。上帝借着伊的神来创造，伊分一口气伫亚当的身上，迄个就是罗亚，就是神。规个圣经。就是用神来贯穿，因为咱所相信的，对基督宗教来讲，咱所共同的信仰个别是啥？三一上帝。所以自古早咱所知的上帝的开始，甲将来咱所知的末了、末日，三一上帝拢同时存在。咱用约翰福音去了解是，咱得更较清楚更较清楚。所以信仰甲神是绝对袂当分的啦信仰甲肉体袂当讲无关系，但是肉体毋是咱要追求的终极目标。保罗伫遮今仔日个经文内底讲真清楚，信仰甲神咱会当用约翰福音第4章，耶稣基督伫古井边。甲迄个妇人人讲的话来做思考。迄个妇人人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，请咱会记，撒玛利亚妇人人虽然去互犹太人讲是外邦人，咱会记撒玛利亚妇人人事实上因嘛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之一，只不过是因无共同的出埃及的经验，只不过是因有甲外族通婚。但是你若照血统来讲，因是有以色列的血统，有人去啦你怎若去验 DNA 伊是共的啦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只不过是因毋是主流的犹太人，请咱会记这个物件。伫圣经咧讲的外邦人甲非外邦人有分真正非犹太人的，搁犹太人伫犹太教传统主流传统以外。才拢受排斥，所以你来看耶稣甲这个妇人人咧讲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因有共款的话题呢。伊讲我敬拜上帝是伫一个某一个山顶，伫遐咧敬拜。耶稣甲讲啥？no， 敬拜上帝爱用心灵甲诚实，因为上帝是啥？上帝是圣神，上帝是个灵。上帝是个灵。耶稣甲这个妇人人咧讲话时阵，第一个共同话题是啥？你互我水啉。耶稣讲的水，毋是真正古水内底的水啦。耶稣是借着这个物质，要甲伊讲灵的问题啊。耶稣甲这个妇人人讲啥？你若知影我是啥物人就会甲我讨水。你啉了就安那，永远袂喙干。逐工有啉水的，请你举手。咱拢有嘛？
安尼咱的信仰有问题吗？毋是啦，咱有啉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，互咱迄个属灵的水泉。但是肉体顶悬呢，咱佫逐工需要补充水啊！你袂当讲吼，耶稣讲的，所以我即马对答了吼，为着证明我属于耶稣，所以我对答无爱啉水，也袂使安尼啦吼，安尼出代志啊！圣经毋是安尼解说吼，所以真清楚，耶稣借着水，耶稣借着饼，伊讲，你若食我手术互恁的饼，就安那永远袂个枵啦。亲像咱咧掰饼守圣餐共款，咱咧讲耶稣讲的，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毋是耶稣真正伫遐拍破伊的身躯，毋是啦，是咧讲为着恁的牺牲。你知身躯拍破的意思，就是死去啊嘛。伊讲这个杯是我的血所流的新约，流落来互恁的新约。早期的教会受到逼迫，一个足重要原因，就是讲，即阵人是邪教，因为因伫遐食人的肉甲啉人的血，因用听的啦，因无真正了解迄个圣餐的意义是属灵的意义。最近台湾一寡少年的牧师有甲我咧谈，因为因即马就拄着甲咱旧年共款的情形，即马咱用网络。吼，网络礼拜马上会当解决多问题，迄个品质才佫讲吼，过来就牵涉着足侪问题安尼，比如讲洗礼，比如讲葬礼，比如讲婚礼，要安怎？有足侪人伫圣餐顶悬无法度跨过去。因为咱经常时拢是做伙掰饼嘛，有无？做伙掰饼，分分的啦，吼，丢了就去分安尼，服侍安尼啊。伊怎样讲？用网络守圣餐，我咧对电脑讲话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甲因讲一个足重要的想法。第一个圣餐伫倒位？耶稣的最后晚餐，对无？耶稣的最后晚餐是对倒位转过来？会记得无？知影无？耶稣受难迄个节叫啥物节？啥物节？搬过节。第一个搬过节伫倒位？伫埃及的内底，因拄着第10个灾难，上帝交代因爱伫迄个门内底关起来，一家口仔做伙掰饼。即马就是咧实践一家口仔做伙掰饼的经历。咱即马嘛拄着瘟疫的攻击，敢毋是安尼？倒转去迄个时阵的场所，咱搁一届选择来倚靠上帝，属灵的话要得到。圣餐的意义嘛是伫属灵的意义顶悬吼，真清楚啦吼。过来就是讲。我拄则咧记迄个牧师，伊所带出来的物件，是一个咱叫做物质化的信仰。物质化的信仰，什么叫做物质化的信仰？就是讲，咱伤过看重迄个外表的，咱伤过看重耶稣互5000人食饱，剩落来迄12人，12人毋是重要的。重要的是耶稣祝谢掰饼了后，上帝恩典伫欠缺中间，互所有的人拢袂夭饿，这个是重点。留落来迄12人，毋是咧互你去看12人有偌济去称重，毋是安尼。12人咧代表啥？5000人剩12人，是4000人剩几人会记得无？7人，12甲7咧代表啥？12代表上帝养饲以色列族，7代表当初时的外邦加利利海的正边甲南边7个外邦的国家。这伫约书亚内底真清楚咧表达的物件。所以上帝赏赐迄个圣神的救恩，要互以色列人，嘛要互啥物人？
就因为安尼，所以咱今仔会当坐伫遮来讨论耶稣的救恩。所以，当你甲遮个物件物质化了后，你会去讨论的时阵，迄就一足费气吼，会足麻烦，因为你会去时常强调，哦，上帝吼，伊的恩典足好诶，互我欠钱，佫免还，佫有传这几啊粒，这叫做物化的信用吼，的危机啦吼。我定定听人做见证拢安尼啊。哦，我进前吼千三六撇啦吼，啊，佫欠几啊千万吼，我信主了后吼，上帝互我趁到吼，迄个钱拢还了，佫加几啊千万，啊，我讲啊，袂弄啊，讲你甲教会，你伫教会内底奉献，摕起来看，有几啊千万无？无啦。咱真爱夸耀迄个物质得到的物件，讲啊，这就是上帝互我的恩典。啊，意思就是讲，我穿了破破烂烂，我就是无上帝恩典吗？是毋是安尼？喏，毋是安尼嘛。莫怪有迄个一寡天主教的教会摆贴咧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，刻一个铜像，迄个铜像是 homeless， 啊，有一个人铜像，迄个倒伫即个礼拜堂的椅仔，伊讲这是耶稣。The homeless， 啊，迄天主教讲，这足下民主的，袂当放伫教会头前，拢甲赶走，拢甲赶走。啊，伊是要表达啥？伊是要表达马太福音25章的意思。耶稣讲，你若做伫至微细的顶悬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耶稣恩典是安尼，在看重伫迄个内在的性命，毋是迄个外表。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咱会当看见讲，伫保罗咧甲哥林多教会所咧强调的，你着知影讲哥林多教会当初时因足大的问题，因太看重着外表，因咧追求即种因认为是信仰、甲恩典、甲祝福，但事实上毋是。保罗安怎讲？伊讲我信。所以我宣扬，伊咧信啥物货？伊信的，甲我拄则咧讲，有一个人做见证是足大的无共款的。伊所信的是，虽然我的肉体渐渐的衰弱，但是我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。伊所信的是这个物件。伊讲我们从不灰心。咱定定听一寡。啊，较长辈吼，身体足歹啊，吼，安怎啦，啊，都吼，啊，上帝若无爱较紧带我走啦，吼，有当会安尼吼，咱会看着安尼上帝，咱的身体安尼渐渐咧败坏的时阵，咱会安尼安尼讲，我若会当赶紧去见上帝吼，毋知要偌好。啊，这个嘛有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要去吼，还是毋去是上帝咧决定的啦。再来，你去了后会当去见上帝无？嘛，上帝咧决定的啦。啊，什么时间啊嘛，上帝咧决定的啦。啊，较重要是讲，咱伫咱的困难的中间，要安怎有迄个甲上帝的属灵的交配，甲人的属灵的交配，这才是重要的物件吼，才是重要物件。伫圣经的中间，马可福音有咧讲到一项代志。伊讲，我实在甲恁讲吼，人所犯的一切罪，甲一切下毒的话，拢会当得到赦免啦。吼，独一项物件，袂当得到赦免。啊，下毒圣事，永远袂当得到赦免。啊，下毒圣事是咧指啥？就是咧指上帝啦。吼，你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咱来思考看觅。耶稣讲：我若离开了，我要求爸赏赐一个保惠师，迄个圣神要甲恁三甲对地，伊要提醒恁安怎？我所有的家事，所有上帝的话，你若去下毒，这个违背这个是无法度被原谅的。伫这几天的第二devotion内底，咱看到所有。
所以王受呼召要来统治以色列人，要来领导上帝的百姓。拄开始的时还佫乖乖啊，撒母耳讲叫伫遐等，伊就伫遐等，吼，叫伊遐等一工嘛伫遐，到尾仔咧，等袂赴伊安那，家己献祭，伊去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伊就被bắt chết啦，吼，就被bắt chết。圣经真清楚，咧对头到尾拢咧甲咱表达，上帝是一个神，咱所敬畏的是一个神，咱所追求的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更新。这是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足清楚讲的。我所欢喜的是内心日日换新。头先来讲，因为万年久轻轻的艰苦，是要甲咱成做上顶上永远的大阳光。咱之前捌讲到试探甲试炼啦，伫迄个艰苦中间是要试炼咱，互咱愈来愈挖靠主，愈来愈挖靠主。8节伊佫讲，因为阮毋是看所会看见的，是看伫迄所未看见的。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永远的，吼，看会到是安那暂时的。咱的肉体嘛是暂时的，所以圣经甲咱讲，咱伫世间的生命是安那，是一个架开。架开是啥物意思？就是暂时的，我小架一下。会来提走，还是讲会离开？吼，会离开。保罗真清楚咧提醒哥林多教会，伫信仰的追求内底，爱去追求内在的生命。内在生命，毋是咧甲咱讲你有偌济能力，你有偌济大条，你有啥物款有诶无诶安尼。我要转去台湾前个月罗叔娘就甲伊个公司辞职，即阵就有当时会过去帮忙，昨因甲翻送吼。罗叔娘定伊讲吼，我英语也毋是讲偌好啦，伊对咧个吼，伊伫咧个咧卖物件嘛吼，伊对迄个玩具也毋是介了解啦，但是吼伫安尼，伊伫遐上班2年偌久来吼。伊是因店内底得到人客的迄种feedback 上好的一个员工啦。前几工听讲因的店经理顶管佫一个经理，佫去的经理吼，这2个来。因为伊就辞职伫厝尔吼，讲你会当来无？来上班？迄个经理要看你。我听因的朋友咧讲，因的店中内毋捌有一个拍菜的员工，才受到重视啦。我要讲的毋是讲罗顺娘真敖，是讲罗顺娘伊伫迄个所在，甲同工的员工的相处，甲人客相处，伊用迄个内在的生命，伊定定想办法去替人解决问题。员工中间有当时会轻分，经理互迄个人较济好物件，拢无互我物件，因会轻分，罗顺娘拢毋捌咧讲这物件。昨听讲，伊要离开店的时阵，因对迄个副经理、经理甲所有员工伫店的内底，你会对甲欢送安尼吼，一个安尼我意思是讲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到底是活出什么款的内在品质？咱毋是要提讲我有偌济才调，我的英语偌好。因咧店内底所有拢是伫美国出世，也是讲直接受教育大汉的囡仔，吼。但是问题是讲，伫迄个中间，你会当展现出来内在生命是啥物款？迄个品质到底是啥物款？我想迄是更较重要的啦。比如咱咧看台湾的整个的防疫，即个中间，咱去遐看，足侪人足够批评。应该吼，安尼喙甲全破，吼，讲我喙甲全破，佫有迄种开喙合喙讲我就是基督徒的，佫讲即摆部长吼，毋是爱一枪毙命尔，佫爱五马分尸。我听了都感觉足奇怪，我心内足刺激的，这敢是基督徒啊？
啊，最近佫讲，伊有迄个证据，知影讲吼，总统甲副总统吼已经投注下安尼。啊，当然最好伊是有证据啦，啊无伊讲伊是基督徒吼，啊我毋知影伊到底要安怎面对上帝。咱真侪时阵伫咱所拄着即个艰难的即个中间，咱无法度真真正正用内在性命来活出迄个美好的见证。咱真侪时阵是掠着咱所有的权柄，比如讲媒体就是有权柄的嘛，咱讲第三权。咱掠着迄外表会看会到的物件，我拄则讲，迄个风士山庄个人买 Bentley 啊，足侪人店拢关起啊呢，即阵啊，也是佫会当买 Bentley。啊，有个人咧表达讲，吼，你看，上帝吼对我迄个恩典足济安尼。这敢是咱要追求，还是讲咱唯一的目标啦？当然，我毋是咧讲基督徒袂当有好的经济生活，这耶稣嘛毋是安尼讲啦。但是，迄毋是咱唯一的目标。咱唯一的目标，亲像保罗今仔日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，伊讲安怎？我相信，所以我宣扬。我虽然伫肉体渐渐衰烂，但是我无灰心。我的内在性命却日日来更新，日日来进步。看会到是暂时的，看袂到才是永远。我来祈祷。天父，我慈悲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伫灵性的性命、内在性命日日来进步。阮甲人的关系也日日在进步，阮甲你的关系也日日进步。因为阮知影，阮的肉体、阮的外表、阮的所有的物质，拢是暂时，无人带会走。但是阮甲你的关系是永远的，阮甲人的关系是伫你的面前被看做永远的。求主你来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，互阮伫甲人的相处的中间，会通表达出阮是你的百姓。求主你帮助，继续来看顾，也带领阮的教会往前的道路。感谢基督，主耶稣的圣名。感谢伊牧师今仔带互咱的信息，咱做来回应上帝话，咱来严信心202首，帮世界归主耶稣，信心202，也起立。202，帮世界归主耶稣。
同世界为了别人，我们同世界。小姐，一起来奉献。做来做感谢的祈祷，听下天父上帝，我哋最近世界各个所在所拄着这这病困嘅灾难，地球足侪生命就不能失去。阮要在哪来会当体会，阮真正是有限的。主，我感谢你，阮今日对圣经。对所领受的信息，阮知阮的外体虽然败坏，但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。根据特别上的帮助，阮那个会当来看家己，会当反省，阮到底阮所关心的是什么？阮所关心的是暂时的，是阮所关心的是永远的。特别上，对我感谢你，你想使阮。逐项拢教育，阮来教会，逐项拢得到最好个保守。但是阮来好大向出恳求，特别上帝求你手使阮教会有好个这人才，阮会当需要属欠的人，阮也需要做文书的人。特别上帝，阮好大向你求，知主你一定替阮陪伴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每一人，阮的家庭，逐人拢得到主一大的稳定。阮好大向主恳求主帮助阮，因家庭每一个人会当个加添，要有听你一生的心。特别上帝，阮即时奉献，阮要用你的金钱来做主你的路用，恳求主你感到生活，祈祷。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心来求，阿门。阿姐，是请牧师来一块关来个报告。好，兄弟姊妹平安。咱继续为着王牧师、王长信牧师祈祷吼，已经出院啊吼即摆做居家的治疗吼拄则有甲牧师娘问吼，讲真好势吼，较爱困吼，咱搁继续为着伊祈祷吼。咱也为着世界有抑搁有一个所在无和平的来祈祷，
为着咱的加州的欠水吼，来祈祷啦吼。咱真正是需要水吼，咱伫即个查经的中间也有去讲着啦吼，讲以色列人伫迄个秋天甲即个春天拢咧期待迄个雨水吼。其实咱基督徒伫南加州遮，咱就知影，咱的天气甲犹太地足共的吼。咱旧年秋天也无雨，今年的春天嘛无雨吼，咱真正需要上帝稳定甲咱三个天地吼。继续为着台湾的防疫来祈祷吼，佮有连线，即个礼拜中间有连线的地动。也感谢有日本甲美国有捐献疫苗予台湾，咱也为着这个献上感谢吼。我要协助来安排教会7月到9月服侍表，所以你若时间有啥物样的安排，请你上早甲我讲吼，我毋问我即礼拜内底当来排好势，我会当寄互David吼。过来我都无法度去用教会 email 来送读经啦吼，所以你若准有嘛要去接到daily devotion，则请恁甲我讲安尼吼。咱教会过来7月到12月有邀请黄律师、牧师来负责咱的讲段吼。前礼拜的人数是拢总20人吼，网络查经有8个人，奉献明细伫遮。即后礼拜会讲到的资料吼，佮服侍礼拜咱家己来注意吼。好，以上。请问，我那个后边遐注意，拄说那是按钮还是什么？哦，哎呀，这个刚刚给他介绍了哈，歹势。好。考试考了比少年来嘛。我补充报告吼，今礼拜同工会开会，咱本来咱有讲，咱伫6月底礼拜6月27吼，这礼拜咱礼拜3了要主餐就简单的要一个主餐作为晚上李牧师、吴顺娘吼，但是李牧师、吴顺娘因感觉讲，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啦吼，咱也是刚才咱这个活动，咱就卖个进行安尼，所以同工会有讲安尼，这个主餐要取消吼。个单交配后，有决定讲要邀请6月第尾礼拜6月27号，要请这个黄团队吼，黄俊成团队来正道安尼吼，安尼，安尼。咱这是来吟上吟的诗511首，然后咱请李牧师发出来对，咱就是有请，咱做来今仔金句，是诗篇130篇第8节，130篇第8节，咱来读2摆，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的罪恶。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罪恶，诗篇130篇第8节。咱来吟上吟诗511。第511首，我上帝至关至尊。第511首。
那原子的性性甲咱三角地地，将伊的稳定赏赐互咱，才要咱一切做来得到内在生命的更新。原子的平安甲咱三角地地对这条教永世代无尽。哎。阿门。